阿 Steve 咧，咁佢咧就問喎，可唔可以建議一種中藥或者花茶咧，係適合一啲中年婦女咧養生，每日焗水去飲嘅咧？嗱，如果呢一個情況嘅話咧，我嗱，通常即係有美肌啊，又逆齡啊呢啲啊，冇咁完美嘅嚇。我諗兩隻啦。嗱，如果係你平時生活壓力比較大，精神容易緊張，比較操勞，或者近排阿仔阿女考緊試嘅，你可以焗玫瑰花茶飲。玫瑰花加杞子啦，係啊，可以嘅，係啦。咁玫瑰花佢有疏肝調氣嘅功能，令到個人咧係比較容易放鬆，同埋冇咁容易燥上課嘅。而咧杞子咧，佢亦都可以做到養肝血以及咧明目嘅功能。咁咧，所以咧將呢兩款材料拍埋一齊焗水咧，係可以幫助到中年嘅女士一啲緊張嘅情緒啦，又或者容易見後暈呢啲咁嘅情況嘅。